劳动部伫今仔日公布去年11月这劳动基金绩效，显示前11个月收益有一条328亿，出现历史新高。其中这新制劳体基金收益超过6940亿，那准分配予1272万个有效的口罩，平均每一个劳工会当食红55000块。正新的一年，劳动部就为劳工带来好消息。七日公布去年11月上新劳动基金的成果，显示当月收益是936亿，前11个月达到1条328亿，创历史新高。新制劳体基金达到4条5800多亿，收益超过6900亿；旧制劳体基金收益1700亿。不多预算啊，因为劳工那么辛苦，对吧？政府基金赚了不少钱啊。那就应该分给这些劳工。如果我能够决策的话，50万都不嫌少，不嫌多。如果5万很好啊，现在小孩子上班1个月也不到5万块。因为新制劳体基金收益差不多6940亿，那分配予差不多1272万的有效小户，平均每一个劳工应分55000。在2024年，投资部会分布在国内外的股票跟债券。股市跟债市2024年受到美国联储会降息的影响，表现都还不错，造成劳动基金它的获利表现不错的原因。学者分析，劳动基金用来买国内外股票甲借款，除了因为去年美国联准会降利息鼓励以外，资金无配置伫市场较无稳定外国甲中国资产 ，AI 产业带动台股走强，也有美国总统川普当选，经济政策无确定性大多降低，拢是互基金获利增加因素之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